两定来冲过。距离上远离人人，看着今一如上远都为人，应看人家人所闻，那一边说礼貌三为得胜。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推？为什么青天白日门关紧？耳听那边无声响，不见娘子王妃心。王还有自唱来，我家唱响来看分明。哎呀，唱口高来看不见。哦，有了，便亏上头就看得清。分手举目向内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城台朝上摆，父母教育分两旁，三子亲家炉中茶，荤素菜要桌上放。第一碗大香红灯天堂药，第二碗有煎鱼儿泡米香，第三碗香橙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白菜香棍炒青章，第五碗姜烧核桃牛与牛，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，大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。哎呀，看起来古人为我做39年，管家的娘子今年